咱来看丰台三多里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慢哦。丰台的中心搁伫西南外海在西区，屏东沿海已经连续2天拢有大影咯。邦寮有一个爆花火影枪派出现将近30公尺长的气架，今仔搁去抢修。现村哦，今仔风雨嘛继续在增强，后壁河个南湾附近哦风是正透，后壁河渔港哦固定渔船仔的锁啊，拢互风扇断去。 雨花落一大地，大影冲入来陆地，受风台山土尔影响，屏东邦寮沿海连续2天大影不断。车医生是拍拍养殖业者的海水管线，车机直接冲拍大庄村一个旧雨花，造成雨花出现大约30公尺的缺口。迄拢搬过来，变成讲甲伊的迄个啥体网的下骹迄个啥地基哦掏空，一掏空了，啊规片的迄个啥迄个体网哦拢坍塌。 养殖业者一透早赶紧来抢救设备，船长虽然已经通报修理，但因为雨花管线伤济，影响修理甲维安。养殖业者赶紧伫鱼湾仔周边放沙地啊，就惊雨花放去，加上海水倒灌会淹水。风台继续伫西南外海洗，毋但互沿海的雨变大，嘛带来强风。一透早，阮也渔民无风雨到恒春后壁有渔港重新拔船，因为固定船的锁啊，互强风扭断去。 恒春沿海呢，真正是拄着大涨水，海水呢，因过原本是沙坡的所在，大影呢嘛将这个漂流木拍起来伫路顶悬。漂流木倒伫马路挡着车道，南湾风影真大，加上涨水，人行道出现积淹水，强风嘛互人徛袂稳，差一点仔互风塞个走。风台慢速前进嘛，影响当地餐厅业者。会造成很大影响。再来，你看你现在菜价什么东西都涨。 啊！如果我们再不出来努力一点的话，你看现在这样子。生意因为风台受影响，只好连放假嘛继续营业。恒春初二风雨继续变大，居民业者拢真无奈，但希望风台赶紧离开，互当地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